如果你今年已經過咗50歲，請你即刻放低手頭上嘅嘢，認真聽我講以下呢番話，因為接下來呢幾分鐘，分分鐘決定你未來20-30年到底係舒舒服服韌韌腳過日子，定係晚景凄涼，連病都唔敢病。我今日同你講嘅，絕對唔係危言聳聽，更加唔係想嚇你。你試下回頭望下身邊嘅親戚朋友或者咗鄰友你，係咪大把阿叔阿嬸後生嗰陣做牛做馬，慳埋，諗住老咗可以嘆世界？結果呢，一個60歲唔係周身病痛，就係啲仔女唔爭氣，日日攤大雪加吻老豆老母攞錢，辛辛苦苦儲埋嗰副棺材本，一場大病跌一跤，或者個仔搞單大嘢出嚟，瞬間清零。點解會咁？點解有啲人後生普普通通，老咗反而行大運？仔女又孝順，日日去飲茶，而有啲人明明捱生捱死，老咗反而一場空。社會上最大嘅謊言就係同你講年輕捱得苦，老來必享福。呢個世界根本唔係咁運作。啲子女人嘅運勢分為早年運、中年運同晚年運。你後生揾幾多錢，買幾多層樓，嗰啲叫做過眼雲煙。如果你守唔住你嘅晚年氣，就算你金山銀山，最後都會敗得一乾二淨。你以為搞到今時今日咁，係你做人唔夠好，係你唔夠勤力？唔係啊，係因為你身上留唔住啲福氣，係商學上所講嘅氣停同運散。好多老友記同我傾偈，講起自己嘅處境，真係眼淚往心裏流。晚晚喺張床度眼光光等天光，翻嚟覆佢瞓唔着，心口谷住，諗起借出去俾親戚朋友啲錢，好似倒咗落海咁，追又追唔返，面皮又薄唔好意思撕破臉，又擔心啲仔女搵唔到食，買唔到樓，仲要擔心自己副老骨頭隨時出毛病拖累頭㗎。你話啦，呢種日子你日提心吊膽，攤腰都覺得周身赤痛，點叫享福？根本就係受罪。你以為自己退咗休，其實你係打緊一份更加辛苦、更加冇糧出嘅工，叫做擔憂。有啲街坊同我講，我殺世人冇做過陰毒嘢，拜世又勤力，對死大長老又孝順，點解個天要咁懲罰我？呢個唔係天罰，而係你唔識睇自己嘅相，得避開萬年嘅劫數。你要知道，50歲打後人嘅面相同體相會發生好大嘅轉變。我哋睇面相係睇骨骼，睇五官生得靚唔靚，但老咗之後，我哋睇嘅係氣息同埋神運，靚仔靚女。如果面無三兩肉，一樣係孤苦伶仃。反而有啲人口普普通通，甚至俾人笑佢個樣蠢鈍。但一過50歲，佢成個氣場變晒，身上慢慢浮現出3個極之特別嘅特徵。只要身上有呢3個特徵嘅其中一個，我敢寫包單，你哋晚年命一定好好。呢啲人越老越有錢，越老越有威嚴，啲仔女甚至乎外朋戚友，啲子女都爭住錫佢，爭住養佢，身邊連一個小人都埋唔到身。呢3個特徵唔係天生嘅，而係你大半世人經歷過風風雨雨之後，慢慢修煉，慢慢沉澱出嚟嘅法福相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不如先停一停。你諗下，你身邊有冇我頭先講嗰從老來窮或者老來富，辛苦大半世但臨老過唔到世嘅人？如果有嘅話，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個有字。如果你唔想步佢哋後塵，想晚年順風順水，想留得住副身嘅，就即刻喺留言區打接福接財。子女，等我哋一齊將啲衰氣踢走，將財氣聚埋一齊。打好咗未好？我哋而家即刻拆解，到底呢3個決定你晚年命運嘅特徵究竟係乜嘢？講起呢3個特徵嘅第一個，我首先想問大家一條問題：你覺得到底係惡人好命定係善人好命？好多人以為切子女出嚟社會做嘢，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一定要夠惡，對眼夠殺氣，先至揾到食，鎮得住場面，唔會俾人揾笨。冇錯，當你以30歲出嚟搏殺，對眼生得銳利，子女充滿野心同戰鬥力，的確容易打天下。但係如果呢種惡相去到你50歲、60歲都仲未修煉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商學上有句說話講得好啱，對眼叫做奸賊官。嗰陣你對眼就好似一把出咗鞘嘅刀，鋒芒不露，用嚟斬妖除魔，劈開條血路。但當你老咗退下火線，呢把刀就一定要收翻入到鞘。呢個境界你要做藏神。如果你過咗50歲，對眼就係好似紫英咁禮住人，世人起對眼望人，甚至乎出現商學上最忌諱嘅3白眼，即係眼珠上面或者下面現白，露出好多眼邊。
呢種就係典型嘅神氣外露。你諗下，一把舞刀鞘嘅刀，日日帶喺身邊，唔係割傷自己，就係割傷身邊最親嘅人。所以話越惡嘅人，晚年往往越慘，因為佢哋浸煞氣太重，身邊嘅仔女、新抱、孫仔孫女，甚至乎老伴，都會不自覺咁想亂黐佢。最後一係眾叛親黐，一係脾氣太猛惹上官非，甚至係肝火太盛搞到大病纏身。我同大家講個真實例子，我識得一個街坊，今年62歲，1964年屬龍嘅。佢後生嗰陣做貿易生意真係好流，好識揾錢，但肺人極度強勢，對眼生得特別兇狠，睇人好似想食咗人咁。以前啲伙計同行見到佢都掉頭走。佢一直以為自己好威，點知過咗60歲，經濟環境轉差，生意難做退落嚟，佢個脾氣仲係咁暴躁，嘢喺屋企對住老婆仔女喝狗咁喝，下下用命令嘅語氣。結果點啊？前2年突然中風，行路一拐一拐，脾氣因為病痛變得更加古怪。而家個仔結咗婚，即刻搬走咗，逢年過節先翻嚟放低封利是就走，連電話都唔多願聽，得翻個老婆日硬食佢啲脾氣。忍無可忍之下，而家都鬧緊黐婚，真係見者心酸。佢就係典型老咗都唔識收到神氣外露傷人傷己嘅下場。諸此類，相反你睇下真正晚年好命嘅人對眼係點嘅。我再講另一個街坊阿嬸，今年58歲，1968年屬猴。佢後生都捱過唔少苦，做過公漢又做過小販，制止佢。但你而家望住佢，佢對眼係微微下順，眼神極之柔和慈祥。但係你記住，呢種慈祥得嚟絕對唔穩足。呢度一定要搞清楚一個致命嘅誤解。好多老人家對眼雖然唔惡，但係曬水汪汪，眼珠灰暗，好似一層白霧咁，睇嘢失焦。呢個唔係藏神，呢個叫散神。散神代表肝腎虧虛，元氣大傷。呢種老人家最容易俾人呃官財本，或者好容易有腦退化嘅問題。而我講緊嗰位阿嬸，佢嘅眼神係柔和得嚟，入面有光，即係話佢望住你嗰陣，你會覺得好溫暖、好包容。但你心入面知道，你絕對呃佢唔到，因為佢睇嘢通透。呢種就係最高級嘅神氣內斂。而家點不知己好命，代表佢心境平和，放得低執着，五臟六腑嘅氣血自然運行得順暢。佢2個仔女極度孝順，因為返到屋企見到阿媽個樣，覺得好舒服，好有安全感。每個月家用準時奉上，得閒仲帶佢去飲茶旅行。佢根本唔使做啲咩，唔使去爭去搶，啲福氣自然就聚晒埋嚟。所以話人老咗面上第一緊要就係對眼，對眼就係你靈魂嘅窗，亦都係你晚年福氣嘅最寶盤。大家而家可以攞塊鏡出嚟，或者開手機個前鏡頭，認真照下自己對眼，望下自己個眼神係咪仲係好有攻擊性，係咪成日皺埋眉頭嚟住人，定係已經變得和善包容？如果你發現自己眼神仲係好惡，由今日開始學識放低無謂嘅固執，唔好再同啲後生勞氣，慢慢將把都收埋。如果你照完鏡覺得自己眼神夠和善明亮，恭喜你，你已經過咗晚年第一關。即刻喺留言區打心明眼亮，話俾自己同身邊人聽，你已經將啲煞氣化解晒。接住落嚟全部都係福氣。講完對眼，我哋嚟講第二個決定你晚年命運嘅特徵。講到呢一點，我相信一定會打破好多人嘅固有觀念，甚至同而家社會嘅主流諗咩完全相反嘅。而家呢個年代，無論係打開電視定係碌下手機，個個都話要瘦面，要咩飛面、瓜子臉、尖下巴。甚至乎好多50、60歲嘅阿叔阿嬸都跟風去減肥，話咩千金難買老來瘦，你要食白霎菜，搞到自己皮包骨，追求一重所謂嘅清秀美。其實你哋知唔知喺商學同埋中意養生嘅角度嚟講，呢個觀念分分鐘害死你嘅晚年。商學將人嘅面部分為上，中下三庭。50歲打後，我哋睇嘅就係下庭，即係由鼻頭對落，包括人中、嘴唇，一路去到下巴，雙學叫你角同埋兩邊面頰。咩叫嚟講？就係承載你殺世人福氣嘅最底層，代表你晚年嘅財富、房產同埋下屬晚輩對你嘅孝順程度，上演到天庭飽滿、地國方圓。如果你老咗個下巴尖削削，兩邊面頰無肉，凹陷落去，喺商學上就等於晚年冇富。試諗下，智子女裝上條碗穿咗個大窿，啲錢、啲福氣同埋你嘅壽命就會不知不覺咁喺個窿度流走，你點守都守唔住。除咗下巴，仲有另一個極之重要嘅部位，耳珠口大，代表腎氣充足，
先天腹部深厚。中醫都有講腎開竅於耳，人老咗最怕就係腎氣虛，下巴同耳珠就係最直接反映你底氣同腎氣嘅地方。如果下巴尖、耳珠薄甚至冇耳珠，即係話你馬年嘅底火唔夠，連自己都顧唔掂，仲點樣去抵擋馬年嘅風風雨雨？我講個真實例子俾大家聽，大家就明白個嚴重性。我識一個65歲嘅阿叔，1961年屬牛嘅，佢幾年前不知機風光，手頭上有層公滿嘅私樓，又有幾百萬退休金，本來應該韌韌腳過下半世，點知佢成日睇網上啲極端健康資訊，覺得瘦先係健康，於是瘋狂節食，又亂食減肥藥，日日淨係食麥皮同菜，連豬肉都唔食多嚿，諸子量，結果點啊？短短1年，佢瘦到幾10磅，真係瘦到皮包骨，塊面凹晒入去，個下巴尖都好似追緊。連對耳珠都好似縮水變薄咗，呢啲唔識相我嘅朋友仲猛咁讚佢忽，話佢有型，但係喺我眼中，佢呢個傷已經變成咗頗想敗氣。冇幾耐，佢個仔學人搞生意炒窿嘢，爭落街數成身債，見個仔俾人追數，心軟之下，竟然將自己唯一嗰層樓賣咗，連埋啲退休金，100幾萬積蓄全部嘔晒出嚟幫個仔填氹。而家呢個仔嫌佢冇錢又冇樓，覺得佢係負論。自己大病咗一場，而家要搬去深水埗租一間100幾尺嘅劏房住，每個月靠少少生果金同執紙皮捱飯蟹，環境非常淒涼。點解會搞成咁？唔係佢唔好彩，亦都唔全怪到個仔衰，係因為佢哋各無欲，馬年嘅財富自己親手打破咗，面上一破腎氣一跌，個運勢就跟住直線插水。當你面上承載唔起你有嘅財富時，個天自然會安排各從突發事件嚟，如屋企人出事、自己生大病，將你身邊嘅錢財強行抽走。呢個就係玄學上嘅財不配位。似子女，你再對比下落去街市或者屋村樓下睇下，嗰啲嘢燒琪琪，有酸臭，有閒錢去酒樓飲茶嘅阿叔阿嬸，邊個係尖下巴？個個都係面圓圓，下巴兜兜，甚至有少少雙下巴。清清楚啊！大家千祈唔好厭棄雙下巴。雙下巴喺商學度有一個好好聽嘅名，叫做重言。呢個係馬年有大屋住、有閒錢使、有工人或者仔女服侍嘅頂級福相。你要兜住啲財水先唔會漏落地下。面頰飽滿，下巴有肉，代表你心地寬厚、包容力強，仔女自然中意親近你。所以話過咗50歲，千祈唔好再信咩瘦成一道閃電嘅鬼話。當然，我唔係叫你暴飲暴食搞到黐肥三高，而係要有健康嘅肉地。所謂雙無善骨，面無善肉，你要有適當嘅脂肪去包裹住啲骨，面上先會圓潤和氣。嗰啲肉全部都係你嘅福氣，係你嘅財富，連馬年擋災嘅盾牌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不如放低手機，用隻手摸下自己個下巴，再摸下自己對耳珠，有冇覺得飽滿有肉？有冇少少雙下巴？搞嘅，恭喜你，你馬年嘅財富非常穩陣，神仙都爭住同你做朋友。請你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福壽相傳4個字，話俾個天知，你個財富夠深，接得住啲財水，等啲福氣源源不絕進入你個庫。如果摸落去覺得削瘦嘅都唔使灰心，我哋接落嚟會教你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化解。大家先留言聚一聚財氣。我哋嚟講第3個特徵，呢個特徵好多人平時照鏡都留意唔到，甚至乎會睇漏眼。但偏偏佢係決定你馬年有冇暗財同埋家宅安全嘅最關鍵因素。呢個就係睇你嘅體傷同星傷。我人老咗，身體機能退化，最明顯嘅表現係乜嘢？就係縮水、寒背、似子女，同埋講嘢開始中氣不足，行2步路，講多2句就索晒氣。好多人以為老人家瘦瘦、削削削，講嘢細細聲係好正常嘅事，只覺得呢啲叫慈祥。但我今日要好殘酷咁話俾你聽，喺玄學角度，一個瘦骨先係絕對撐唔起頭骨嘅。商學上有句古語：背無善肉，傷無善骨。我哋先講個背脊。背脊喺風水同商學入面，代表我哋嘅靠山。古人話背後如龜，風俗相傳。我講嘅背後，絕對唔係叫你寒背、駝背，亦都唔係話成背脊都係肥高，指你，而係指你骨肉勻稱，背脊挺直得嚟，摸落去有厚實嘅肌肉同肉地包住。一個老人家，如果背脊生得單薄，好似一塊薄餅或者紙板咁，連呢隻椎骨都突晒出嚟，呢個叫無靠之傷，即係代表佢晚年冇靠山，凡事都要親力親為，勞碌到老，仔女幫唔到手之餘，
分分鐘仲要佢到貼，似乎要捱到走把亦都冇得唞。相反，如果你過咗50歲，背脊依然厚實，即係代表你晚年有極強嘅後盾。呢個後盾可能係一筆你估唔到嘅隱形財富，亦可能係極度生性攞仔撚女嘅後背喺背後撐住你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星相，星相往往比面相更加準確反映一個人嘅晚年壽命同福報。人老咗最容易出賣你嘅五臟六腑。有啲人講嘢把聲好似卡喺喉嚨度咁散散地浮浮地，似乎尾音會走音或者漏氣，呢個叫氣虛漏財，代表五臟嘅元氣已經開始衰退，財氣自然跟住散。真正晚年好命有大福報嘅人，可以把聲係點？佢哋唔需要大聲同你嗌交，但係一開聲就字字鏗鏘。聲音係由丹田發出嚟，有一重沉穩震動胸腔嘅感覺，呢個就係所謂嘅聲如洪鐘，把聲沉得住，代表你丹田氣足，生命力旺盛，底氣強大到連閻羅王見到你都唔敢隨便收你條命啦。我同大家講個真人真事，我識得一個68歲嘅老友記，1958年屬狗嘅。如果你平時喺街市見到佢，真係以為佢係個普普通通，甚至有啲窮酸嘅阿伯。佢平時最中意着件洗到發黃嘅爛鬼白背心，踩對腳拖鞋去買餸。但係你細心啲觀察佢，去行路腳踏實地，個背脊極之寬闊厚實，完全冇老人家。嗰從區裏有次我撞到佢同豬肉佬傾偈，佢一開聲話唔係特別大，但係中氣十足，嗡嗡聲咁喺個胸腔度震出嚟，條街咁嘈都聽得清清楚楚。節子女大家知唔知佢咩背景？佢根本就係一個隱形富豪。後生嗰陣佢經歷過大起大落，被人呃過錢破過產，但係靠住佢厚實嘅背箱撐起頭家，慢慢東山再起。而家佢手走住幾間鋪位收租，幾個仔女全部都係名牌大學畢業，節子女做晒專業人士。佢日日落街市買餸，純粹係為咗過日神，享受生活。呢啲就係典型嘅晚年暗財一夫局，財不外露，但係底子厚到你唔信。所以話大家平時同另一半或者老友嘅傾偈嗰陣，不妨留意下，你有冇發覺自己或者對方講嘢容易氣喘？如果有就要特別注意保養身體，唔好再曬日怒氣傷神啦。如果你發覺自己或者你屋企人過咗50歲，背脊依然厚實挺拔，講嘢中氣十足，我真係要恭喜你，你屋企個財富靠山非常之穩固，絕對係好命嘅象徵。請你即刻喺留言區打加集平安4個字，將你股強大嘅氣場同財氣鎮住喺你自己屋企度，保佑你全家大吉大利，晚年冇病冇痛。講到呢度，節子量一定有好多老友記喺個屏幕前面，越聽越心寒，越聽越驚。你可能會諗死啦！我頭先自己照過鏡，對眼又足又摸，摸個下巴又尖上無喐，講嘢仲要好似游絲咁樣，行2步就索晒氣。3個好命特徵我一個都冇，咁我係咪死頂啦？係咪決定晚年要食谷蟲，執紙皮俾仔女嫌棄？聽清楚啊！我今日同大家講呢啲，絕對唔係要你哋驚到日匿埋喺屋企等死。玄學最講究嘅，從來都唔係認命，而係知命而改命。你先天嘅局限，或者你前半生累積落嚟嘅胚習慣，的確會影響你嘅面相體相。但係商學有一句至理名言，叫做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。當你內在嘅氣運唔夠強嗰陣，我哋有一招偷天換日嘅絕招，可以利用外在嘅環境同後天嘅行動去補足你內在嘅敗氣。呢個絕招分為玄門集運化解同埋心態轉化2步，只要你跟住做，我包你晚年運勢起碼扭轉7、8成。師母教大家一個最簡單、最落地，亦都係最強效嘅接地氣方法。今年係2026年，下半年嘅氣場變化非常之大。如果你覺得自己晚年運唔夠穩，周身病痛或者細日無端端破財，我教你點樣喺自己屋企佈一個土金上生花煞聚氣局。呢個局唔使請師傅，唔使買貴嘢，阿叔阿嬸你自己喺屋企10分鐘就搞得掂。揾準方位。2026年下半年，屋企有2個位置最重要，一個係代表喜慶同貴人嘅九子，有8星位；另一個係代表正財嘅8白咗副星位。為咗方便大家，你只要攞個指南針或者手機壓出嚟，企喺屋企客廳正中間，揾出正南或者正北呢2個方位嘅其中一個角落頭就得。節子咪準備發氣，唔使買幾千蚊嘅風水陣，你只需要去廚房揾一個乾淨透明嘅玻璃杯或者細碗，
然後去超級市場買一包最平嘅粗鹽，記住一定要粗鹽，唔好用幼鹽，因為粗鹽冇經過精製，保留咗最強嘅天然海氣同氧氣。將粗鹽到一個玻璃杯度，大約裝到8分滿。諸如此類，跟住準備8個黃銅色嘅硬幣，如果屋企有5帝錢最好嘅話，用8個香港嘅神沙1毫子、2毫子或者金屬銅幣都可以。佈局啟動，將呢8個硬幣字面朝上，沿住玻璃杯入面啲粗鹽圍成一個圈，把放喺鹽上面。呢個佈局喺5行入面，鹽代表土同水嘅精華，黃銅硬幣代表金，8個硬幣對應8百姓。呢個就叫做土金相生，花煞聚財。之子你將呢杯嘢安安穩咁放喺頭先揾到嘅正南或者正北角落頭，或者放喺你平時瞓覺個床頭舉。點解要咁做？機制喺邊？老人家晚年運散，多數係因為煞氣太重，財氣太弱。粗鹽可以無時無刻幫你吸走屋企同你身上嘅負能量、病氣同衰氣，而8個銅錢就可以幫你鎖住晚年嘅財富。當啲鹽吸滿衰氣，過咗1-2個月變忙或者出水跌塊，你哋煞杯倒咗佢玩過杯身嘅，生生不息。我見過無數老友記擺低呢個局唔夠3個月，睡眠質素好咗，脾氣順咗，連啲仔女都話佢哋順眼咗，自動自覺落多啲家用翻嚟。但係搞掂風水只係第一步，第2步嘅心態轉化先係斷尾嘅關鍵。呢招叫做難得糊塗。老人家點解會瘦？點解客談無喐？點解對眼會咁惡？講到尾2個字。擔心個仔層樓供唔斷，擔心個孫考唔到好學校，擔心新抱唔識煮飯。你以為自己好偉大，其實你係將自己嘅晚年氣血日日抽乾去填仔女個氹。由今日開始學識放權仔女嘅嘢，等佢哋自己教，佢哋跌低係佢哋嘅人生歷練。你唔好再衝出嚟做擋箭牌，得閒去公園行下，同老友記飲下茶，用好自己個丹田氣。當你唔再勞氣，你對眼自然會變得和善，下巴自然會生肉，背脊自然會聚氣。呢啲就係真正嘅後天改命法。覺得呢個方法有用嘅，請你即刻喺留言區打破局化煞，晚年無憂。諸如此類，將呢個佈局嘅能量同決心刻入你嘅潛意識度。講到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最核心，亦都係最高層次嘅秘密。無論你面上生得幾好，屋企風水佈局做得幾勁，呢啲都只係輔助。真正決定你晚年有幾大福報，決定你走嗰一日係咪可以安詳舒服、冇痛冇疾嘅2個字：積德。點樣積德？好多人以為積德就係要去廟度捐幾萬蚊香油錢，或者買幾百紙雀仔去放生。錯啦！真正嘅積德係喺你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累積翻嚟嘅。對老人家嚟講，最大嘅積德就係口下留情，見到新抱做得唔好，忍住唔好鬧，講一句辛苦你啦。見到個仔揾食艱難，唔好怨佢冇俾夠家用，講一句最緊要你哋2公婆齊心。你每一句正能量嘅說話，子女就係為你自己，為你啲子孫種下一個善因。你晚年嘅福氣就係靠呢啲善緣慢慢滋養出嚟嘅。鐵子女，今日我將呢個可以扭轉晚年運勢、睇透面相氣運嘅秘密講咗俾大家聽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如果你想身邊嘅親人朋友都好似你咁晚年行大運，唔該你做一件好簡單嘅事。蜘蛛女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50歲以上嘅親戚朋友，或者你嘅老伴，特別係如果你身邊有屬牛、龍、羊、狗嘅親友，更加要將呢條片傳俾佢哋。因為呢4個生肖喺2026年下半年嘅晚年氣場特別容易波動，最容易出現破財或者病痛。你今日將呢個化解嘅方法分享俾佢哋，等佢哋可以避開個劫。呢個就係真正嘅行善積德，功德無量。你幫人擋災，個天自然會將呢份福報加倍奉還喺你同你啲子孫身上。最後大家順手個訂閱，開埋小鈴鐺，當你同我結個善緣，以後有咩避坑化劫嘅方法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。請大家喺留言區打出今日嘅終極吉祥密碼，合家平安招財晚年享福，將所有衰氣數出門口，將最好嘅福氣全部留喺自己同屋企人身上。祝大家晚年冇病冇痛，仔女孝順，荷包常滿。我哋下集見。